克里姆林宮星期二4月11日表示，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艾文加什科維奇違反咗俄羅斯法律，並且被當場捉獲。美國國務院認定佢被俄羅斯錯誤拘留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上個月以間諜罪名逮捕咗加什科維奇。白宮、其他西方國家、《華爾街日報》、數十間媒體組織同埋人權組織普遍譴責呢啲指控係偽造嘅。美國認定佢被錯誤拘留，意味住佢認為佢被盯上主要係因為佢係美國公民，並且將呢件案由國務院移交俾人質事務特使辦公室，引發咗呢個問題政治開放。星期二，當被問及美國舉動嘅時候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重申咗俄羅斯嘅立場，即係加什科維奇觸犯咗法律。佩斯科夫話：我唔明白呢個新政權正喺度引入啲乜嘢嘅創新，至於佢意味住啲乜嘢。佢話加什科維奇當場捉獲並違反咗俄羅斯聯邦嘅法律，然後補充話呢個就係佢所懷疑嘅，但當然法院會做出決定。俄羅斯超過99% 嘅刑事案件以起訴定罪而告終。該國長期以嚟一直缺乏司法獨立，並且受到權力監督員嘅批評。俄羅斯冇提供證據支持針對加什科維奇嘅案件，該案件正喺度秘密進行，因為俄羅斯表示案件嘅材料係機密。下個星期，法院將審理加什科維奇嘅法律團隊針對一項命令提出嘅上訴，該命令要求佢喺莫斯科嘅監獄被審前押留至到去5月29日。季節多變換，保護家人們的身體健康，我們可不能半途而廢呀。雖然你已經施打過了新冠疫苗，但特別針對 Omicron 病毒的2價疫苗卻更多了一層的保護。還有孩子的防護也不可以馬虎，盡快去接種疫苗，讓全家安全更安心。角生醫療中心現提供各類免費新冠疫苗接種，我們在 Almonte 等多個地區均有服務站，詳情請諮詢626-286-8700。